继续来看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到人力运用的调查，讲像这个临时工、派遣工这种非典型就业的人口，9年来第一届来减少。另外，今年5月平均的月薪39000外，将近4万块，所以这个计薪的问题哪像嘛有改善。也毋过，人力银行讲，这个数字未当代表即卖状况，因为有未少在业的员工，今年底这个头路保未调，已经开始车港人生，都是兼几难的工课。而且以目前的生活条件来看，一个月薪水4万块嘛无算悬。你看，这位老师咧教幼教教个真认真。不过，这位老师原来曾经是上班族，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所以就要赶紧找第2份的工课。未来还是会想找一份就是稳定的薪水的工作。原本上关一个月收入20万块的主持人，嘛是同款疫情规半年拢无头路。2到7月，因为疫情的关机，我们是零收入的。这所谓非典型的劳工，也就是不是固定行情、固定领薪水的临时派遣或者是接案的人，即马已经正数上看得到。不过，主计总处咧统计，今年5月非典型的就业人数是799000人，比去年佫减2万人，是这4年来上低，也是这9年来头一届变少。主计总处咧讲，这是因为厂商咧找人变得较多元，但是人力银行业者表示，现实的状况恐怕也有其他的原因。还是蛮多正职人员已经担心，可能年前要被这个裁撤的话，他也开始找一些兼差工作来做这个预留后路的打算。都是有人烦恼无头路，规气趁还有饭碗汤旁的时阵，先去找兼差来做。另外，主计处也表示，2019年5月，劳工平均的薪水是39504块，比较早一个月加313块，但是这个月3万块以下的劳工却创下上低纪录。按照目前的生活条件来看，若是要搁纳储税，搁来饲囡仔，一个月薪水领4万，恐惊原来无够用。所以各界也是希望政府会当调整基本薪资，增加各种的补助，才会当互领薪水的劳工会当顺利过日子。